驀然回首，香港客屬總會自成立以嚟，已來到咗第14個年頭。中華文化之美提升中國人喺國際嘅身份嘅認同，我哋將會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己任，永不停步，獻出客家人嘅力量，實現我哋中國夢，讓客家人浩蕩在中國夢裏邊添進濃墨色彩嘅一筆。喺中華民族多元嘅大家庭裏邊，客家係一支源遠流長嘅民系，經歷1800年嘅遷徙，客家人已經成為世界上分佈最廣嘅民系之一。香港客屬總會喺2011年成立以嚟，一直積極團結客籍鄉親，堅定支持特區政府施政，熱心參與社會事務，同時致力推廣客家傳統文化，培育青年。我肯定各位嘅貢獻。唔經唔覺間，香港客屬總會已經經歷咗5屆會董會，發展至今，香港客屬總會已經有超過80多個愛國愛港嘅團體會員，託賴各個團體各方友好嘅支持，香港客屬總會嘅會務得以順利拓展，亦都將影響力深化至各階層、各領域，從而使我哋能夠更有效咁奉獻社會、奉獻國家，為中港嘅繁榮安定獻上我哋嘅力量。所以我哋嘅祖國咧就係繁榮富強，國泰民安。飲杯，祝香港繼續繁榮穩定，多謝直方日學。飲杯，祝我哋客屬總會會務興隆，在座各位身體健康，家庭幸福。飲杯。